这同事讲吼好，阮这阵人我上到，大家人拢袂赢我。因咱这道场就是有迄需要，所以咱培养一寡讲师，吼，来代天传话吼。啊，本来这细汉就做伊嘛，有个人爱做演员，啊，有爱做主角，有爱做配角，有爱做啥，虽然办咧无共款的角色，实际上完成拢是一组。伊啊啦，扮演的角色实际上当中无贵贱的差别，工课无分贵贱呐。咱有这个信任观念的话，是毋是咱可以做安全自在？啊，你若像伊安尼讲啊，无影，做咧偌有诶，将来你心情我无啦，我无闲啦，我也生闲啦，无法度。咱用迄数字的减少的观念。咱医官叫迄360加400年来拔掉的，啊！你若甲这360加400年哦，甲提升，修持到这个境界，360就是咱叫做水火既济。修到这个境界叫做400年，叫做地雷福卦，哦，既济卦，甲地雷福卦中间哦，迄人名较讲迄啦吼，迄咱讲的是安尼，逐个人啊，拢是成就，看着拢总是啊，满街都是圣人。王阳明讲的啊，满街都是圣人，我看无一个凡夫林内底啦。面面拢是佛啦，啊！伊今仔是生凡夫心啊，哦，凡夫遐济，歹势是人凡夫啦，咱古书拢有讲啊，是咱心生凡夫，哪讲人凡夫啊？对不对？人正心动啊，咱毋哪讲生凡夫心？你对境生心，哪讲人凡夫？是咱心生凡夫，哪讲人凡夫？是咱心歹，哪讲人歹？咱安尼观照，咱哪知影？哦，讲人歹就是咱歹，咱心若无生歹，歹是倒样。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咱大家拢讲人个长长短短，咱就做遐。咱大家拢讲赞叹，哦，咱念会成就。安尼学这是无简单个，就是叫个赞叹尔。你是有做，你是有做，你就大家拢有做，咱念面拢变做有做啊啦。啊，咱拢众生啊，咱本身咱众生一个咧50%、100%诶。所以这是个观念的改变，心道大家都有分。实际上咱本来就是，啊，因咱活动望到即个，所以咱伫一切上来这边。生一切心，咱应该随着这种人来生起的心，这叫缘命心。所以孔子咧讲，也是佛经咧讲，因所徛的角度无共款，实际上拢在甲咱慈悲咧甲咱普教。咱会当啊，只要迄个法，安尼会当啊，慢慢离，修到这个教育组，就是啊，无上大法。离境无修得，如水上通流嘛心不息。啊，你若自上生一切心的话，就像水源有根，咱永远就活伫咱的意识心内底面。啊，今咱学到就是要伫咱的心意识内底面走出来，安尼咱就当安然存在。所以心道是啥物人好咱的？是咱家己心，毋是人好咱的。时间要过长紧吼，我咱就感恩各位前辈吼，今仔大众节。感谢师长孙慈悲，全道鞠躬，分道鞠躬。感谢注意这天，大家交会，大家交会。请坐下。各位起来。今天书，咱各位前对点点，大家晚安哈。晚安。你看，所讲是讲这方面，咱敢听有？有吼，安尼讲啦。讲心。心法讲心，心理对。修心。其实吼，咱好一直咧强调一句话，就是讲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你什么赞助的人，既然你要学法，一定爱这个宗旨一定爱对。就简单讲起来，无论你什么赞助，无论你什么殊荣梦想，你既然要修道甲学道，你这个法门一定爱入。若袂入，你也是众生。这是真正绝对哦，任何绝对袂去骗人。你若这个法门无入，对心性法门无入，咱也是众生。不是本身是学无入，
若要咱了解实在，咱今仔日要修道，迄个什么心，咱的心的变化，无了解咱的心，咱只是妄心，甲是不心、众心，咱袂当了解这个物件，咱落众心内底。啊，咱今日要食菜，含人咧修行，含人学道，但是学到尾来当中，毋知我修哪有修到尾怎啊修起来？今日足侪年轻的一辈，现在若要听到，叫着要听到，逐个听到要听到心就听，啊，亲像爱我的命，我嘛知要上班呢。啊，这个心叫做什么心？咱无了解咱迄个，咱咧足可怕的心，已经甲咱拖离厝咧休息啦，咱也毋知影。咱毋知迄个上害态，迄个上温暖，迄个叫众生的心。咱也无了解迄个心，甲咱拖离出来。咱上好好甲知，因为好甲知无去。安尼问甲知吼，若有去问甲知，可能要别个困难，也是诚忝。其实什么叫做好甲知？所以你生迄个心叫做什么心？你生的心叫害态心，叫做众生的心。你无识住本心嘛？你无识住你家己迄个连当下迄个心是什么心嘛？足可怕！咱家己这个心有足侪人去讲。咱相处当中，咱讲咱一句话，咱是回应什么话？咱讲咱一个什么代志，咱的心咱随变到什么代志？这个物件咱敢知影？咱无了解。咱当下迄个心念有空有无？爱心念，当下迄个心念已经执着了。讲安我拄则咧讲，我听得到袂爽，迄个叫做心的心。哦，我听得到地无甲自上生心，迄个叫做什么心？足重要，这个物件你一定爱捌。啊，你无捌，你永远就是把迄个物件搁出来，把迄个执着迄个物件搁出来做业，随业咧轮回，随缘呐，随缘破路，啊随业咧轮回。啊，你若无随缘，啊你的心就倒转来。你的心若无随缘，就倒转，啊无倒转来就是什么物件？就是回归本。